恭喜！好，舅舅去里面喝茶。不了，我还有事。那你记得回来吃饭啊。大晚上，恭喜恭喜！舅妈，舅舅已经给过了。他给他带，我给我带，不行了。行，舅妈去里面喝茶。我晚点回来吃饭。老表，恭喜恭喜！慧，刚才舅妈和舅舅都给过了。老表，难得你办件喜事，他们给他们的，我给我的。哎呀，慧，你实在太客气了。来，去里面喝茶。老表，恭喜恭喜！表姐，慧和舅舅舅妈都给过了。老表，每个人对你的祝福不一样，拿着吧。好，实在是太客气了，表姐，去里面喝茶。茶就不喝了，我家房子最近装修还差点钱，我去找我同学想办法。表姐，资金周转不开，你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键。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心键，点击激活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能有20万额度，等工资到账还上就行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试试。这一家子今天怎么这么客气？怎么1块钱都没有呢？